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3AM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新新闻特殊台头先就来报连载。伫咧新德县的尖石乡，今早起发生水崩山，造成车路完全未通，大水影响到附近的店家徛家，差不多200人左右，全部撤离。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个本土病例，3个带病入境。若讲到学生囡仔做 BNT 疫苗出现无爽快情形，就要随去互医生看。国军烧战的最高指挥中心车站传出火灾，国防部表示是外包厂商所引起的，不过指挥所一切拢是正常。虽然讲风台惨事已经走啊，不过伫咧新德县的尖石乡，今早起发生水崩山意外，造成车路是完全未通。一寡土石也冲对溪流去，甲溪流塌起来，造成溪水走向。这大水影响到附近的店家。另外，为着安全的设想，甲秀峦国小啊，佮附近的徛家，差不多有200人左右全部撤离。山壁规大片的土沙一直放落来，这个画面看到真惊人。山壁骹附近的秀峦国小、行动学校的老师赶紧疏散学生囡仔。赶快走！全校师生赶紧撤离，囡仔把册牌放伫头壳顶，赶紧离开，拍拼走出校门，行到面仔青顺顺。很怕。你很害怕哦？水就会一直上来啊，谁知道落得很小，然后后面就开始越来越大，然后喇叭声响起，我们就全部跑到天主堂。土石崩塌发生伫13早起10点外，新德尖石乡秀峦国小后边的山坪，熊土石松软，规个走山崩塌，土沙砍掉溪床，规个雪变作湖，石头塌掉白河溪，造成淹水，甲附近的徛家拢淹去。看这民宿，那摩托车都倒下来了。因为土梅沟水一直流出来，顶悬的溪水淹过路面，看到现场拢焦水。原本的这个小食店也甲温泉民宿严重淹水，一寡物件冲了5户民家伫消防队引导下赶紧撤离。很仓促哦。对啊，那连拖鞋都没有带，他都赶快撤离啊！土石熊崩塌，双向道路中段无法度通过，就惊喺临时的湖放弃。县政府甲乡公所举报了后，立刻派员处理。那我们现在撤离的民众呢？除了师生跟我们附近的周遭的住民呢，总共大概190几位的村民跟师生，我们今天撤离到我们田埔的部落。风台过了后，当地出现走山崩塌。尖石乡长是讲，当地本来就是土石松软的所在，3年前就捌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即马相关单位抢修维修，避免灾害继续扩大，要赶紧让一切回到正常。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甲观众朋友报一个上新的消息。拄则暗时6点41分左右，发生规模5.6个地震。这地震中心伫咧南投县。讲到这个地震的部分，伫南投县、台中、彰化、花莲、宜兰拢是4级的地震。另外，讲到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气象局针对着高雄的桃园、六股顶山区发布大雨特报。今下晡伫南海公路100公里处的梅兰明磅坑，也有这个石仔崩落来。石仔崩落来过程拢互工程人员翕落来。架生工务单表示讲，梅兰明磅坑是桃园区的拉夫兰加复兴里一定要经过车路，而且是真容易崩山的所在。昨有先进行预防性封起来，今仔有短时间台风通行，不过过道了后，就发现石仔开始连落来，随甲路封起来，好佳在是无人受伤。讲到这个天灾意外，伫咧桃园的大园啊，这个军事公路附近的车路也出现一个3公尺宽的大凹坑，深度大约是有要了2层楼悬。外界也伫咧要讲，敢是台电施工所造成的。台电表示讲，这地下电线工程深度拢是20公尺深，再去有去顺过也拢无问题。目前也先把这个凹坑吞起来，会继续来监控。右侧发现天坑。点仔大路落一凹真大凹，详细一个看，下底是规个土梅沟。第61线，我桃园大园转头军事公园的路段，13早起发现破一坑真大坑，当地里长赶紧通报，马紧围起来，避免有人爬落。表面大概有直径3公尺，但是坑洞可能超过5公尺以上，赶快通报。我们那边都是属于沙质的土地了哈，施工单位他们在地底下施工了哈，可能这个也影响到。车路的这个坑是伫咧台61线高架桥下骹的路段，有3公尺长、2公尺宽，看起来深度超过5公尺。
因为这个落雨的地点就伫咧桥墩的边啊，这嘛有在地里长甲民众烦恼讲，敢会有更较严重的安全问题。台电、苏电电北区工程处在做浅盾工程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可能因为这一次台风过后，造成土质松软，产生这个坑洞的问题。中立干部段表示，台电目前当伫迄个所在做大潭新到南口线的地下电缆管线的工程。目前当伫做地下的施工，有可能是因为风台、所地土瓦松软的原因。做一个161 kV 的地下电缆的管沟，但是它的深度有20公尺。今天早上巡视的时候，现场还没有异常的状况。我们不了解是不是跟最近台风的强降雨有关，基于安全考量已经立刻想办法把这个坑洞回填。工程车伫现场挂红毛图，要赶紧把这个坑补起来。台电接到通报了后，嘛随派人去现场处理。下晡2点左右已经把这个坑补起来，后手会持续做监控，看讲遐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已经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个本土病例，3个带病入境。那讲到新北市幼儿园群聚感染事件，其中一位确诊者检出Delta变种病毒。不过讲到迄位埃及爸爸甲代护理师，因为病毒量上过低，无法做病毒的判断。那讲到中风师傅的部分，明仔载恐惊落结果啊。国内新冠疫情13增加2例本土病例，新北市甲桃园市各一例。另外确诊个案当中无新增加死亡病例。新北个案是台北市松山区郭中生的阿嬷，因为甲好接触被扣的采检才确诊。桃园个案是新北市幼儿园群聚有关系，一条197例机场接触者的共大亲人。这个案例是50多岁的女性。那他同住的家人有验出来是16197，然后验出来是 COVID 的阳性，那有症状，那已经匡列接触者23人。新北幼儿园群聚目前有30人确诊，各增加1个定数结果出来。大楼住户16164例定数结果也是Delta。另外被怀疑是这个群聚感染源的埃及爸爸甲代麻醉护理师，2人因为病毒量上过低，无法度定数。也都有尝试去做定序不过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 CT 值，一个是37.9，一个是38.5那所以虽然说有很努力去尝试，但是最后还是因为病毒量太低的关系没有办法定序出来。新冠疫情爆发到即马年外，部分专家指出，新冠病毒演化会转向轻症流感化。指挥中心表示，目前依然无法度断定轻症化，还是爱做疫苗，预防重症甲死亡。在这些国家里面，我们看到它还是会有重症，还是会有死亡所以在目前为止，我们当然还不敢完全断定说它就是已经变轻症化我们还是要积极的施打疫苗。2009年出来的 H1N1 新型流感就是这个样子，大家现在已经不太记得说那时候大家对它很恐慌的，但是在前3年，它的确是产生很大的死亡率。新冠病毒也有可能这样子。但市长强调，2剂疫苗注射率有7-8成，确实有较好的保护力，不过依然未当放零。因为新加坡甲以色列这2个国家疫苗注射率拢超过8成，不过这2天确诊病例也是增加几啊百人到几啊千人，后续也会追踪这国家的疫情发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北市幼儿园的群聚感染案，到今有30个人确诊咯。这个案件对幼儿园拖到社区去，中央政府也决定要拨300档疫苗，甲这社区的民众来注预防针。那准是还未注疫苗的人，会当先来注头1档，暂时无安排第2档。不过讲到这个相关的案情，真也拖到桃园去啊，是确诊囡仔妈妈的同事目前造成一对翁仔某来连病。全副武装入去大楼内底消毒。新北市幼儿园群聚感染案，拖去甲邦桥某一个社区内底，B栋的住户已经招拢出来，全部做隔离。A 栋有473个人自主健康管理。中央拨300档的 AZ 疫苗，分2个时段，甲 A 栋的住户伫社区的大楼甲因注射。不过无包括已经注过第1档，还有18岁以下也未成年的住户。有一部分施打过，所以我们抓宽一点，大概抓300剂。暂时没有考虑第2剂的问题，因为第2剂比较复杂因为第2剂不晓得他打的是什么样的疫苗。那这个还有就是他的这个时间有没有到？B栋的住户伫完成14天隔离了后，新北市会向中央争取注疫苗。新北市幼儿园群聚感染的案件拖到桃园去，桃园的确诊者暗号16197，因为甲新北一个确诊的囡仔因老母同一个工课场，而且因牵手嘛互伊画着。为了防疫，桃园市长陈文灿打电话给新北市长侯友宜，希望会当互相协助。
该夫妻的生活较为单纯，那足迹也很明确。那一共匡列了31位，再进行裁剪。我们必须要采取最快的速度，那严格的标准。根据我们相关的规定，2采、3采，在2采过程当中也采出了阴转阳的个案，所以目前整个疫情是稳定，而且慢慢的在朝好的方向在走。我们也会跟台北、桃园3个地方大家一起共同携手合作。新北市幼儿园车流逼出群聚感染到达1礼拜的时间，累计有30个人确诊。新北市13无增加相关的个案，不过有新增加一个是伫台北市某一个确诊的高中生，甲伊带做伙的4大人，伫居家隔离的期间阴性转阳性 ，CT 值是37.46，可能接触者3个人。为着阻挡疫情，新北市的学校按算日伫学校内底，甲学生注 BNT 疫苗。注射了后，全学校采用线顶上课2天。若是身体无爽快，会当请疫苗假，而且袂影响出席的记录。目前新北市禁止伫餐厅内底食到9月15。未来敢是会解除这个措施，校友表示，都要持续来观察。不过中秋节要是禁止烘肉。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就是中秋咯，不过台北市长郭文哲今仔宣布，为着防疫，台北市的和平公园是禁止烘肉的。另外，也针对着中秋活动，也是袂当提供物件予民众来食。另外，伊也强调讲，防疫的重点就是避免群聚。新北幼儿园案疫情持续发展，面对疫情的风险，一寡县市拢禁止中秋节户外烘肉。台北市长郭文哲13也规定，台北市的和平公园禁止烘肉。中秋节的联欢活动原则上无用餐，就是室内上济80人，户外上济300人。用餐爱专程用隔板，并且挂喙安，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可是讲到中秋节哦，大家都在想烤肉。我想重点不是烤肉，重点是群聚的，到底传染的可能性怎么样？太检查整个晚上在那里看看你有没有梅花座，有没有凸版，不太可能了。因为新北市计划2日开始，予学生囡仔注 BNT 疫苗，全校期间线顶上课2天，也会当请疫苗假。对这件代志，台北市政府是讲，学生囡仔若是身体无拄好，会当请假，也会当用线顶的学习方式。目前在运作上，各校线上的一个教学，台北市都非常的成熟，所以有任何学生他个别要停课，或者是班级的停课，其实在家里面都可以透过线上做教学。不过，因为上山区某一个国中的校园确诊案，中央认为台北市可能隔离名单先看，所以该做自主健康监测，是不是予台北市的防疫做法受到影响？对这件代志，中央的做法，台北市政府表示尊重。刚刚不是常说，地方政府还是要负相关的责任嘛？所以我们还是站在专业的立场，我们还是会坚持我们应该要做的事。那即使中央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也是尊重，但是我们觉得大家都是想把事情做好，也没有互相指责的意思，只是说在匡列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是希望严格一点比较好。对于麦当劳女员工确诊案，台北市政府是讲，这个女员工初9注过疫苗，2天后身体无拄好发烧，就医采检阳性，已经扣列23个家属居家隔离，也请中央协助做相关的基因定序，若是确定是Delta病毒，就会继续扣列第2科接触者。记者综合报道。大家目睭腻腻看，中秋过后就开始要甲中学生注 BNT 疫苗咯。不过，就家长烦恼讲，这囡仔恐惊出现心肌炎的问题。指挥中心表示，若准出现胸坎痛、笨笨一寡症头，就要随紧去予医生看。另外，讲到国产的高端疫苗，到今已经有12例，可能是注了后刷来死亡案例。其中一个是伫咧台中42岁查甫人，伊注了后心脏无爽快，本身也带着慢性病，伫这段时间伊要去急诊4届。敢是疫苗所引起的青光死，恐惊是要继续调查。顶个月23开放注高端了后，好亲像注了死亡通报个案累计有12例。最近有一个是42岁男性，体重95公斤，8月24注高端了后出现胸坎扎扎会痛的情况，真济便就医，经过治疗了后返厝，过无几天伫房间内死亡。卫生单位于接获通知后，已与家属联系。后续将协助调集病历资料，送中央进行疑似救济的救济审查作业，以厘清死因。那本身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跟甲状腺机能亢进的病史。那接种后，他觉得有心跳、
这个忽快忽慢心悸、心脏不适症状。那已经采丝靶相验，9月6号已经解剖。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9月11、12这2天新增加71个疫苗注射了后不良事件，其中2个死亡是自莫德纳加 AZ。不少家长是烦恼讲9月23 BNT 疫苗开始伫行园做，惊去遇到真罕见的不良反应，心肌炎还是其他心脏疾病。心肌炎跟心包膜炎的发生病例，主要是发生在接种后14天之内，少数的个案会发生在接种后2到4个礼拜之间。第一剂比较少，发生在第二剂的时候，发生率就会增加。男生的发生率比女生要高很多。李炳英是讲，做完 BNT 疫苗了后，你则出现胸坎痛、胸坎无拄好、心肝头会踩、运动耐受不良、呼吸真喘、昏气这5大症头，拢爱立刻就医，检查是毋是疫苗引起的。服药注射了后4礼拜内，拢爱看家己身体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到9月70为止，咱民众注头一档莫德纳疫苗已经有注343万档咯。不过讲到这个第2档，敢若使用34万档尔。主要原因是因为莫德纳疫苗根本就无汇入来，就医生呼吁政府爱开放民众这第2档会当注无同款的品牌。若讲认为讲安尼做也会当增加疫苗注射率。疫情指挥中心9月7日宣布开放第1类的人员，会当第1档注 AZ 疫苗，第2档注莫德纳疫苗。不过，医界即马呼吁讲，因为双北的疫情佫反复，莫德纳佫一直毋上来。伫 AZ 疫苗较有够严的情形之下，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作为，让人当会当注无共牌子的对象会当较侪咧。还有300多万的等待莫德纳的民众，如果都打完2剂，600万剂事实上是不够，时间上也拖太久，这个会有社区防疫的缺口啊，所以呼吁。就是可以好好来研拟这个方向。政府应该开放混打的政策，不管你是 AZ 或 BNT 之后，都应该可以混打 BNT 或莫德纳，这个是世界上公认的情形，政府应该要开放。医师建议扩大会当2档注无共牌子的对象，会当互第1档想要注莫德纳的人改注 AZ， 等到第2档才注莫德纳。毋但会当解决特定牌子的疫苗无够的问题，嘛会当增加全体疫苗的注射率。不过，疫情指挥中心认为讲，即马还未到开放的时机，佫会当科学研究的证明。目前并没有要打得这么的混还是有一定的规律。但未来的证据越来越多，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混着打的越好，那我们这样的运用会更灵活。目前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法国，甚至是亚洲的南韩等等的国家，拢已经开放第1档注 AZ， 第2档就会当选莫德纳或者是 BNT 疫苗。不过台湾在疫苗数量有限的情形之下，就算想要开放嘛，恐惊无够强，陷入进无步、退无路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这个在地上大条。伫咧嘉义县消防局13下晡伫仁义潭水库进行训练，想袂到有一位新港消防分队姓翁的队员无细力渡水，救起来的时阵已经无喘气啊。虽然已经有送到病院抢救，不过也是救无回来。对水里救起来已经无伫咧喘气啊。虽然救护人员有甲做 CPR， 送到病院的时阵也是无救到回来。消防局也随停止这个训练，发生迄当时敢有这个提出任何条件，目前也正在调查。汉光37号演习今仔日开始咯，是连续5天，要模拟中国解放军侵犯台湾的情形。不过，衡山指挥所正做国军烧战的时阵，最高指挥中心却伫咧车闸传出发生火灾意外，险险就无法度运作。国防部表示讲，这是外包厂商所引起的火灾，不过这指挥所的运作一切拢是正常的。透早6点，空军新竹基地换上2000战机，接到指令准备升空，目的地是花莲嘉山基地，特别是吊挂小青法国密码电子情报电阻夹层，正罕见，侦测距离有80公里，用侦察敌机或者是防空雷达的电子参数。早起9点半，伫嘉山基地因看到换上2000C130运输机到位，其他亲像 F12V、E2K、P3C 反潜机也拢飞去东部地区。汉光演习13天开5天演训，模拟强军反台。第一天，演练战机飞去东部地区实施战略保存，暗过就伫 F12为嘉义基地起飞，要进驻台东志航基地，技术强机交代，空军紧急派换上2000紧急升空应对。下令紧急起飞。
follow leader 加入航线，保持高度2000。国军伫台南演练后敌军成武战机攻击，大部分官兵是有占国军救护车，后送上番当时398合并群执行车辆队伍。汉光37号演习受疫情影响，今年规模减少。暗过台北大地的行山指挥所，成为国军战时最高指挥中心所在7十下晡内部团组会在，人员被迫疏散，差130分钟。厂商是在横支所的管制区外机房进行例行性的装备检修维护，但是因为施工不慎产生了火花，现场督工人员依照标准的作业程序，很快的就完成了状况的处置，人员都正常执行，装备也都安全。所谓失能的30分钟不是40。行指所有独立的发电机、上诉加饮水供给系统、美军兵推系统等，也可能承受2万吨核爆炸、2000吨双轨轰炸，或者是电子白枪攻击、加核生化攻击，因讲是东墙铁壁。暗过专家建议将对火灾事件高度警戒，模拟关守各界将领多伫行指所内部出现其中要如何应用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姓氏的中国查甫人，探早风台天的时阵，对厦门古树陵船过6点钟偷渡到小金门，不过一觉为了随去互海巡人员藏起来。嫌犯辩解讲，伊是真心善台湾的自由民主，才会想要来偷渡到台湾。这是金门伫这个月来第4件偷渡案咯。纬华是97.7度。穿防护衫的换巡人员对偷渡上岸的这个查甫人甲量体温，发现讲伊无发烧，随个甲伊扣起来。若是照防疫定数来甲处理，就算讲灿数风台的影响，金门海边是大风大影。不过，这个中国籍姓氏的查甫人也是家己个船啊，坐这个树陵船来遮。伊对厦门出发到小金门，不过这个上岸无偌久，就随互人扣起来。调派这个烈屿地区的应变兵力及 CP 幺洞联航艇实施滩岸的扩大搜索跟海上的扩大搜索。经搜索后无发现不法情事。姓氏的嫌疑犯一个落网了后，换巡人员就来扩大搜查，加再讲伫海面无其他的个样出现。姓氏的查甫人伊讲，因为伊真介意咱台湾的民主自由，才会开6点钟，家己用个船来遮。换巡人员嘛唔敢带伊，先替伊做 PCR 的检验，发现是阴性的。加送隔离14天了后，会搁我移送法办。对，立即实施佩戴口罩、量测体温并依据通报金门县这个卫生局中央疫情流行指挥中心的这个规定来做处置。因为这个姓氏的嫌疑犯，伊上我方掠到的过程，意外去互民众看到，还佫甲翕相铺上网，来引起真大的讨论。因为这是金门县伫1个月来第4摆的偷渡案，检方会照违反入出国甲移民法甲送办，并且会追查讲是毋是有不法的动机。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欧洲国家丹麦，因为因12岁以上人口已经有超过8成拢做过2档疫苗啊，因为政府也宣布讲，对7月开始，所有的防疫限制全部拢要取消，也正做欧洲头一个全部开放的国家。讲到英国部分，因也宣布讲，到今年底为止，袂搁再有封锁限制，甚至疫苗互借计划也要来冻点。音乐剧现场真惨哦！民众自即做伙手摕着手等待表演开始。欧洲国家丹麦因为疫苗注射率悬，超过8成的12岁以上人口拢完整注射2剂疫苗。为当地7月开始，正做欧洲头一个取消所有防疫限制的国家。过年12就摇滚乐队伫首都哥本哈根举办今年要办煞拖到即摆音乐会。Jeg tænker ikke så meget over corona på sin vis, men det ligger lidt i baghovedet stadig. Så det er vildt at være samlet 50.000 mennesker lige pludselig. 这场音乐会，伫场的民众免挂嘴喉，嘛免出示疫苗注射，也是体检阴性的证明，得当参加。伫大咧考虑加强秋冬防范疫情的英国，是考虑暂时取消疫苗护照计划，未来嘛考虑取消入境英国的 PCR 体检。You asked about vaccine passports, so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I think most people probably instinctively don't like the idea. And whilst we should keep it in reserve as a potential option, I'm pleased to say that we will not be going ahead with plans for vaccine passports. 即卖英国16岁以上的民众内底已经有8成完整注射2剂疫苗，当局嘛决定到年底之前，袂阁出现封城限制。各国陆续放宽防疫限制，英国同年期伊斯坦堡所有上千人组织抗疫防疫的规定伤过严格。
美联社报道，土耳其9400万人内底，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注射2剂疫苗。当局规定，除了大型活动、出入电影院这公共场所，特连坐公车、地铁都要出示48点钟内底 PCR 体检阴性证明。不过严格规定，也是予每一天感染人数超过2万外人，引发各地民众串联举行反疫苗活动。国视新闻台是董炳玉。西班牙政府甲加泰隆尼亚分离运动人士已经有19个月无进行会谈了，因为按算讲，伫这礼拜要来重新启动。另外，讲到9月11日也是加泰隆尼亚的民族日，伫这天，因为伫巴塞隆纳出现40万人上街头抗争，要展现争取独立的决心。1714年9月11日，加泰隆尼亚伫西班牙王妃继承战争当中失败，失去自治权。民族日这一天，分离主义运动团体筹组的大游行，甲以前同款伫下午5点14分展开。今年游行口号是“咱要为独立奋斗，搁赢得胜利”。主办单位加泰隆尼亚国民会议估算今年有40万人响应，不过警方的公布数字是108000人。左派工人社会党的桑切斯领导的少数政府，计划这礼拜要甲分离人士主导的加泰隆尼亚政府启动去年之月停到即卖会谈。桑切斯11日伫推文表示，伊希望朝团结彼此的方向前进，为规个地区的正面成果而拍拼。今年6月，以释放9名加泰分离运动领袖，被看作是向对方表达善意。Just because some of the leaders were pardoned, just look at the pictures. Just look at the center of Barcelona, which is packed with people saying, no, it is not enough. The conflict remains here. There's still over 3,000 people who are being prosecuted by the Spanish government, by the Spanish state. This is not over unless there is a referendum. 会谈进前，分离主义人士提出2大诉求，一个是撤销所有参加独立运动人士，一个是允准加泰隆尼亚举行自觉公投。这2点，马德里当局拢强烈反对。顶礼拜，马德里当局以缺少信心为理由暂停巴塞隆纳机场的扩建计划，和双方的紧张关系搁升悬。加泰隆尼亚自治区领袖阿拉冈尼斯就批评马德里的做法根本是咧卡油。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北韩伫咧顶礼拜成功试射新型的长途飞弹，这款飞弹会当射1500公里远，等于是日本大部分的地区拢伫咧飞弹的范围内。若阵这款的飞弹，搁再加上核能武器，效果是不堪设想。针对着这个部分，也引起日本甲南韩的注意咯。北韩成功试射新型的远途巡弋飞弹。国防媒体朝鲜中央社的报道指出，国防科学院经过2年的研发甲测试，9月11、12这2天，伫北韩的领土甲领海空域来试射飞弹，沿长度型甲82型的飞行路线，飞弹持续飞7580秒，飞1500公里远，拍到目标了后落落领海。针对这点，南韩统一部表示，已经有密切关注。 통일부는 국방부 등 유관 기관과 협력하면서 북한의 관련 동향을 분석하고 주시해 나가겠다는 말씀을 드립니다. 北韩的新型巡弋飞弹，甲南韩的玄武3型巡弋飞弹，射程的距离是差不多，发射出去的范围会当包括日本大部分的地区。北韩若是成功甲美型的核弾安伫咧巡弋飛彈頂懸，會對日本甲南韓造成威脅。空からの脅威に対処し、我が国の国土を防護する能力、総合ミサイル防空能力、こうした強化を引き続き進めていく考えであります。 这是北韩从今年以来第4届用武力来示威。伫这进前，北韩捌伫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了后，试射巡弋飞弹。3月25，还佫头一届做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地道飞弹试射。长期以来，北韩批评美国甲南韩是采取敌对的政策，就武器化的基地长期塞牛仔照角，直接咧展伊的军事武力，引起区域安全的疑虑。 中时代才打主持国庆73周年阅兵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体格看起来是比进前加瘦真济。根据韩联社的报道指出，金正恩并无出现伫即届视察飞弹试射的名单内底，所以嘛无亲身去看试射。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 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建议指挥中心，因为国内疫情渐渐稳定啊，会当甲这个措施来开始放量。指挥中心今仔日也宣布讲，开放台湾人的外籍配偶加未成年的囝儿，会当申请来台湾，这也包含着中国、香港加澳门地区。
疫情期间，政府加强边境管制，尤其是去年台湾民众的外籍配偶甲未成年的假日逝世来台湾，都要用专案来申请。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13召开疫情会议，针对2级警戒管制措施，考虑疫情有较长好，建议指挥中心都要有条件来放令。指挥中心13宣布，开放民众的外籍配偶甲未成年的假日逝世申请来台湾，不过是由原本专案的方式改做是通案申请的方式，而且中港澳都有下用。他可以直接向外管做申请，那外管就会直接核发入境的许可给这个外籍的配偶跟未成年子女。那这个部分除了一般外国籍以外，也一体适用在中港澳的部分。指挥中心强调讲，开放通案申请是为了保障民众会当一家团圆。不过，若是中国配偶甲前翁生的囝，人家称呼是小明这种案例，就无法度受惠，未当申请特别入境许可签证。但中间解释讲，小明这种案例是因为伊是中国籍的身份，所以无下用这个规定。也若台企联呼吁指挥中心，希望台商若是有注2档的中国疫苗，应该比较中价风险区域登来台湾的标准。政策面一直没有开放所谓打过几剂疫苗除了在机师前段时间有这样的一个规划之外其他的都没有这样的规划，因为大家也重新看到，其实突破性的感染也蛮多的，那这方面我们要谨慎。因为台湾最近出现注2档了后，要是去感染的个案，敢是要放零隔离检疫的措施，但是中强调讲，这都要谨慎来评估。目前现阶段也无相关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9月一开学，北部就学校因为出现病例，一寡学校随来停课，学生因为防疫停课，甚至搁再来中学生要注疫苗咯。那准不爽快，家长也爱对咧请防疫照顾假。全教总就呼吁政府和企业爱互做家长的员工有薪水的防疫照顾假，面对疫情安尼才袂抢软。工作人员伫校园无用消毒，才拄开学2礼拜，湘北地区陆续有学校传出新冠肺炎确诊，甚至个预防性停课。家长也个一面烦恼疫情，一面爱烦恼家己是不是会当请假。公司行号企业他不懂预防性停课到底可不可以适用防疫照顾假，所以他们在请这个的部分会有一些争议。过去这30个月以来，大部分的家长都已经把这个假都请完，只剩下所谓的防疫照顾假。那防疫照顾假，它虽然在法定上是从宽给予，但是它没有给予所谓的薪资。全教总是讲，真侪家长伫3级警戒期间，甲会当请的假拢请完啊。有部分单位无了解预防性停课，所以无法度互因请假，而且就算请假也无薪水。面对疫情，唔知安怎发展，也有青少年都爱关注疫苗的情形，家长会当讲头毛烧。应该政府这边要来提供有薪的一个防护照顾假，那甚至是提供相关的一个补助。12岁到18岁接种疫苗之后，这些青少年的部分，它也是适用防疫照顾假。那如果是适用防疫照顾假，家长可以请，也一并应该提供这样的有薪的一个防疫照顾假。指挥中心对这个事情并没有相对的规划不过教育部这边有相关的一些规划。全教总呼吁政府相关单位规划有薪水的防疫照顾假，也是讲提供相关的补助品的预算，才会当互民众安心配合防疫。劳动部是讲，疫情期间受雇家长有照顾囡仔的需求，会当请防疫照顾假。若是安怎互家长适当的协助，应该由相关部会详细规划。教育部也回应，家长申请防疫照顾假的相关规定，已经真侪届函伫固定政府所属的机关甲学校这机构，有关预防性停课的防疫照顾假也比较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暂停外籍移工来台湾，不过家庭照顾服务员却是真欠人。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所办的找人才活动，就照顾服务产业开真侪课出来，而且是疫情爆发以来上侪课一届。不过照顾服务员的工课确实是真硬斗，真歹找到人。你要帮我倒沙缸啊！国家照护员照顾在床的阿嬷，替逝世分忧解劳。暗过5月中疫情爆发了后，不少家庭烦恼外人一票厝内会增加染疫风险，拢暂停服务。一直到最近疫情境界降级，才阁开始回平人力。暗过技护员迄时阵出现过一波离职潮，即马雄雄要找人转来并不简单。有的人就已经转职了，什么Foodpanda或者是 Uber E 啊，就是做一些其他的部分是属于政府，就是有一些服务先把它暂停掉。那现在解封了之后，我们就变成那个需求就突然就很大量。那你当然以我们来讲，我们就必须要
招募更多的服务人员。加上移工暂缓入境政策还未解除，美国月用要减少500多位社福类移工到台湾。伫进入网站顶悬有机构开出一个月薪水3万2，时薪250块，征求居家照护员，外加10万块签约奖金抢人。特别是照护处最近一波的定裁，456个工作机会当中，照护员就有216个。按过这份头路真正让辛苦医院真歹配合。如果你是200块，你做一般的176个小时的话，你只有35000多块。其实那薪水真的是不高，但是实际上照护员不止这个薪资。救护员时薪伫200到220之间，按过一个月工作22天，每工8点钟，佮加上特殊照顾加急、特殊时段加急、救人奖励等。一个月薪水有机会超过4万，不过有救护员表示，不止雇主患有染疫，身为照顾者也有共款的疑虑。疫情之下，不止医护人力流失，长照人力也出现考验。记者综合报道。由国际所组成的对华政情跨国议会联盟有发布一支影片，这影片的内容是在批评中国，是因为中国针对着立陶宛甲台湾的外交关系愈来愈密切、愈来愈提升，中国也开始甲立陶宛威胁。这部影片除了谴责中国，也甲立陶宛相挺，甚至支持台湾和世界各国发展外交关系。It is time to stand with Lithuania. It is time to stand with Taiwan. 咱国甲立陶宛外交关系变好，中国要求立陶宛撤回驻中国大使。伫咱国甲立陶宛互设代表处了后，北京当局搁调回驻立陶宛大使，也甲限制贸易这个强硬做法。由各国国会议员所成立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12发布影片，挺立陶宛甲台湾，呼吁民主国家应该对立陶宛提供援助，防止中国进一步无友善的动作。The only way to stop it bully is to stand up to it. We call on our governments to 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the Lithuanian people.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过去就要支持咱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WHO， 并且伫中国抵制澳洲葡萄酒的时阵声援澳洲。这届再一次呼吁各国对抗中国的各项威胁，也支持咱国甲世界各国发展外交关系。Taiwan has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ll states have the right to establish relations with Taiwan as they see fit. 外交部我们对于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他们以具体的行动来串联欧洲、日本、澳洲、纽西兰等国家的国会议员，为台湾跟立陶宛的2位民主盟友仗义直言。外交部我们表达由衷的欢迎跟感谢。美国副总统莫菲访问立陶宛，70甲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吉斯会面，讨论双边经济合作，也甲强化连结。莫菲阁表示，美国真公营，会当有亲像立陶宛的盟友。咱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甲外交部长吴钊燮进前也去美国参加台美高层也甲军事会谈。外交部表示，会务实以互信互惠互利这个原则，深化台美合作关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竹县市甘要合作会咧，新竹市长林志坚早起表示，伊认为讲若阵合作会对发展会真有帮助。另外，伊也表态讲，若阵新竹县市合作会伊会留落来继续参选。不过，新竹县长杨文科也跳出来讲，这个议题要有10足的讨论，唔是一个人讲就会当准拄算。提出新竹县市合并议题，新竹市长林志坚13接受电台访问的时阵讲，1982年新竹分开做县市了后，毋但是2个城市的治理，新竹高雄园区的产业发展嘛受到影响，所以提出合并的想法。林志坚嘛表态会参选合并了后的地方首长。这件事如果我不提，也许我的人生会有一点遗憾，所以既然我提了，我就应该要留下来。好，如果没有沟通的话，我们不能凭一个人一个党。他就可以做决定。转做支持新竹县市甲苗栗合并的新竹县长杨文科，伊认为讲提出合并来升格，那干那为着选举是真无妥当，应该好好来讨论，而且毋是一个人讲就准算。民进党团建议讲，这个议题会当透过民意代表或者是公投甲民众来沟通，透过民意代表。或是透过其他的这个公投的方式，来多跟自己的这个县民呢一起来沟通。那不要落到说某某人有这样提倡的话，那就是因为他们的阴谋。新竹县市合并的议题，嘛都显非直辖市合并欠法院的问题。内政部讲，去年底就已经把行政区的厅司法送到行政院。那如果是单纯合并，
那不涉及升格的话，那就依据行政区划程序法办理。那目前这个法案已经送请行政院审查。伫2018年，行政院就要通过行政区划法草案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不过敢有一头复位，后来第9届立委任期结束，到期无续审，所以内政部伫法案的名称增加厅司2个字，叫做行政区划厅司法。重新提送行政议会通过了后，再搁送立法院审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进前，大法官有解说讲，因为性别平等限制女性劳工伫半暝做工课是违反宪法的。就学者认为讲，不管查甫伫咧半暝上班，拢是一种伤害，应该甲法条改做无分性别，拢爱受到保障才对。莫因为性别平等，煞变做是另外一种伤害劳工的方式。原地劳基法49条第1项规定，除非伫经过工会也是劳资会议的同意，伫一定的配套措施之下，雇主才会当要求女性劳工伫暗时做工课。不过，顶个月20日，司法院大法官认为，限制女性伫夜间做工课，碍着性别平等，宣布违宪。今仔日伫立法院引起学者甲工会团体的讨论。如果你认为说，对于女性劳工夜间工作的这些种种的规范，形成对男性劳工的不平等的时候，那为什么他去把女性劳工的保护把它拿掉，而不是采取一个把男性劳工也一起拉进来？柯春干认为，暗时做工课无分性别，对身体拢有影响，建议应该甲宣布违宪的49条第1项改做无分性别拢受到保障。另外，这项解释嘛讲到，因为个人的差异，这种保护无一定适合透过工会也是劳资会议来决定。嘛有学者烦恼，安尼宣布可能会减弱工会的力量。你劳工敢跟雇主说，本人不同意你制定的工作规则，请你不要叫我夜间工作。请问劳工讲得出这一句话吗？因为讲不出来，才需要我们49条。那请问为什么我们社会没有去思考说，雇主有没有尽到协商的义务？而是去检讨说劳工这边是不是被工会所侵害。学者指出，劳工虽然有无同意暗时做工课的权利，但是实务上真罕得有劳工敢拒绝，所以才需要工会保护。司法院民事厅是讲，针对大法官的释宪，因为一款无共，无法度做回应，但是相信释字807是未来修法的开始。记者郭冠张随台北报道。伫咧嘉义中部大有国小发现一条正罕见的双头白眉花蛇，学校也随通报农业处的野生动物救救团队到现场处理。经过专家的研判，讲这尾蛇差不多是1礼拜大尔，应该出现这个双头几率，恐惊是基因突变所造成的。到1个礼拜啊，1个礼拜差不多。这只大出世满1礼拜的蛇，只有大人男性手掌大细，透早出现伫嘉义县中埔乡大有国小的校园内底。它是白眉花蛇，成虫的时候，它跟玉伞节一样，就是一节黑一节白，然后所以很容易被一般的民众误认为是玉伞节。原本救是一般的蛇，通报农业处野生动物紧急救援团队到3天，才发现是双头的白眉花蛇。也好有真侪年猎蛇经验的救援协会成员讲这特别，学者表示，双头蛇伫国内遮罕见，可能是胚胎发育过程出现变异。跟人有时候就是一些所谓的灵体婴啊的状态是有点相近啊。就是说一般来讲，大概都是在他们胚胎发育的过程里面，那可能在初期的分类上面不完整啊，所以让它就是可能应该是分离成2个胚体，没有分离完整，所以就会呈现这种2个头部的现象。专家讲，基因变异的原因真多，白眉花蛇参考资料佫较少，无法度讲是毋是甲环境有关系。毋过双头蛇普遍存活率无悬，会由嘉义大学生物资源系接手来饲，佮研究记录各种行为习性。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的六卡溪厝村有一间庙，这庙头前的对联一边是有10个日，一边是有10个鬼。村长讲，这副对联伫咧当地流传，不过要用台语来读，才会当了解内面的意思。新年早是7个到早哦，那总共10个啊，尾嘛是10个啊。嘉义县六卡溪厝这间镇啊顺南堂，有一百用10个日字甲10个月字写出来的门联。村长讲，这是当初起庙时神明的指示，用台语念才会正确。第2日过来先，过来其他拢唔知。边个对联吼，佢我精英公天下，我平灿烂耀乾坤。我拢用台语来做发音来念，爱较会顺。村长表示，这百年伫地方有50-60档的历史，
为疫情到即马拢是靠老一辈传落来，嘛有找过专家问过伊遮个字，毋过有个字伫字典内底嘛找无。伊个字伊个音吼，康熙4年有诶有诶无吼，啊毋过我呢般认为，伊总共有10个日、10个月吼，10个月，伊主诶意思应该是讲，互即个天下、即个乾坤吼，拢会当大放光明。文书工作者表示，即种导出来字一般拢有加强的意思，虽然字典找无，但是这嘛反映出伫台湾早期社会使用台语文音甲文字的创意。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讲到最近唱歌歌的俗语养生记这出戏，伫咧台南后壁翕的，最近也真侪民众去到现场参观这个演戏的场景。就一阵在地少年家也想要伫咧故乡打造一个俗语村，推广在地产业和文化，帮助故乡的发展。戏剧《俗语养生记》播出了后真受欢迎，拍片场地台南的后壁嘛，请真侪民众去参观。戏剧当中主角住的厝，生活中有去的店头啊，拢成做观光景点。所以有一群少年人就回乡经营一个俗语村，希望好好带动后壁的发展。从淑女的1到淑女2，并没有因为拍续集而这个声势稍降，反而是圈了更多粉。所以说，我们很希望说，借着这股这个淑女潮，能够有更多的好朋友在做好防疫的前提下，一起来到后壁，一起来到清寮。后壁俗语村唔有戏迷来参观，经营团队嘛利用建筑的特色，规划市野的活动，展示下美的文化，了解农民的故事，还有做红菇粿体验活动。基本上来这边就是可以参观我们这个嘉陵的剧情之外，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有休憩活动或者市集。那到我们的建成家具行的时候呢，里面有2个著名的小农，那我们那边有红菇粿的 DIY 体验。然后到义昌米厂的话，可以看我们的碾米的文化。然后那边我们未来也会规划一些搭牛车的活动。俗语村的村长吴玉珍表示，目前已经招10多位青年回来后壁创业，透过少年人的创意，推广后壁的传统产业。嘛，希望因为这群青年带头回乡付出的行为，鼓励佮较侪出国打拼的囡仔，为家己的故乡付出一点仔心力。记者综报道。中央气象局表示，一个暗时6点41分左右发生规模5.6的地震，这地震中心伫咧南投县，深度有46.9公里。发生的位置呢，是在南投县政府的这个东北方向，东北方40公里的地方。那它发生的规模大小是5.6，那它的深度，地震的深度有46.9，将近47公里。1937年，就是将近50年的时间来搜寻所有的地震记录里面发现这么深的地震，在这附近只有它唯一它一个，规模超过5的。伫咧头拄遮即个地动，又甲真明显，中部的民众拢感觉讲真受到这地动的影响。伫咧高铁苗栗到彰化即个路段，有去感觉到1级地动的警告，也造成4台列车暂时停伫咧铁基路顶头。停后安全无问题了后，目前已经重新发车路。若讲到台铁的部分，苗栗到彰化即个路段，遮的车辆也拢有慢分的情形。讲到这个西电社基金会甲台湾五戏馆总共捐上万件的布袋戏红仔甲文本，互台湾博物馆，互台湾博物馆正做正重要的戏红仔保存据点。最近伫咧博物馆也有举办一个5个故事5来岁布袋戏展览，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去看卖。我们在这一区呢，其实是有模拟文物在库房的收存的状态。小解收藏的布袋戏红仔是安怎藏，嘛甲研究人员安怎透过科学机器判断修复保存布袋戏红仔的部分，等互大家知。国立台湾博物馆因为这几天陆续收到西电社甲台湾五戏馆超过1万挂件的布袋戏红仔甲文物，即马特别办展览来展出。阮博物馆也希望讲，会当将布袋戏红仔除了演出以外，会当用这种展览的方式，来推广台湾的文化。
西电社是长期关怀保地鱼的民间团体，有保地鱼老师就表示，加在有因做开头前锋，收藏古早的保地鱼红仔，若无伫民国75年了后，这个文物就渐渐失传啊。展览当中嘛会当发现罕得看到的百年戏台等等，这届嘛特别展出。它是六角戏台，然后因为它当时比较演的是南管的这个比较文雅的这个戏风，这个比较是跟后来北管的这个系统，就是比较多武戏要跳窗等等，是比较差别的。展览入口处有两个戏台，象征台湾保地戏发展的两个阶段，而且为着要让民众会当参保地戏的角色活动，佮特别设体验区，和保地戏嘛通下时代重现200年来的技术风华。记者陈雅文、赵水、林旭凯台北报道。已经过身的地景艺术家克里斯托在生进前所规划艺术作品，包括凯旋门，因为当着疫情加上伊本人来过身，这展览的时间就一直沉落去。不过，伫咧今年9月，这项艺术计划透过艺术家的孙仔和证人拍拼，总算会当来推动了。过60个工人吊挂伫空中，用25万平方公尺蓝色会当回收的竹饼烯纤维，也甲红丝啊，将法国巴黎真出名的地标凯旋门规个包起来。这个计划是由艺术家克里斯托所规划，原定去年展出，无意外拄到疫情，佮加上克里斯托不幸过身，展览才应该今年举行。Parce que c'est un moment extraordinaire. Moi, je suis un fonctionnaire du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de pouvoir accompagner la mise en place d'une œuvre comme ça. En plus, dans les circonstances qui sont celles d'aujourd'hui, c'est magique. 全球出名的艺术家克里斯托甲家后两人，真够用包裹的形式创作，利用布来改变物体、建筑物，甚至是大自然环境，互看的人对色彩景观产生生分的感觉。这个生分的过程，佫较会当凸显物体本质甲历史的内涵。伫看作品的时阵，回头思考原本空间的情形。J'attendais depuis longtemps parce que je savais que Christo souhaitait depuis sa jeunesse, de toute façon, il avait le projet d'emballer l'Arc de Triomphe et je voulais absolument être là. 用1400欧元打造的包裹凯旋门，为概念到实际执行用超过60年。虽然克里斯托本人无法度亲身执行，不过为了尊重伊的意愿，由伊的弟仔刷落去完成。The biggest challenge for me is that Christo is not here. That I miss his enthusiasm, his criticism, his energy. And all of these things, and that's for me really is the biggest challenge. 这项装置艺术伫9月18至10月初3展出，无法度到现场看的民众，原来会当用法国国家古迹中心架设的网站360度伫线顶看展。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观众朋友，咱来看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对嘉南到新竹是对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苗栗到云林是对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2度，东部地区对宜兰到台东是对26度到33度，偏湖、金门、马祖是对27到34。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